后来乡亲啊，有一出电视剧伫咧桃园大溪开镜咯。这部是得到文化部补助的戏剧，是位真有人气的红仔车雷改编的，呈现着大溪百年的社头宗教文化。桃园市长郑文灿、文化部长李永德嘛到场收听。 人邻人西，真侪阵头来听场。上新的电视剧结合宗教的文化，伫桃园大溪开镜，真热烈。那它以大溪为背景，要呈现出大溪100年的这个社头文化。好，神将在关圣帝君生日的那一天哦，好大溪绕境的故事。这出电视剧是上红的漫画改编的，演员有李李仁、王世贤、李玉玺，大家拢为着要搬好角色，特别去学木雕、唱歌，还有拍干乐，才会知艺。那我在里面我是要学乐器，但什么乐器到时候再说好了。对，现在很努力的在吹。拢总有10集，你讲在地人物，还有社头文化。桃园市政府嘛全力来斗相共，文化部嘛补助。我们的内容的产制啊，那还需要很大的支持啊跟努力，所以需要呢政府更多的支持，需要民间呢更多人才的投入啊，让我们的影像的内容包括音乐能够那个有越来越多越精彩的这个作品出来。 透过戏剧连接历史，还有在地文化，展现大溪的水，带动观光。